惨不忍睹，需要救助。可这世界大多人都深陷着苦，而我不过是一介凡夫，只能眼睁睁任由这些残酷。祈祷不如行动，这谁都懂，但真是拉不起那无助的惶恐，见死不救，令人难受。但我并没有那么多双手，平凡日子不过是糊口，没有能力给予的更多。无名有天，只选一线，谈论究竟实在是触摸不着边，怎么奢求那妇人改变？下有太遥远，上又不会看见。祈祷不如行动，这谁都懂，但正是拉不起那无助的惶恐，见死不救。